大家好，Vicky。呢部絕妙騙局嚟到第二季啊，其實呢，我都一段時間之前啦，其實有講過第一季嘅，我都講呢，我係期待第二季，所以呢，佢喺 Netflix 一上架呢，我就即係好快就睇咗第二季啦。OK，同大家分享下。再講落嚟之前邀請你訂閱呢個頻道，多謝你嘅支持。大家如果有睇過知第一季講咩啦，簡單講下先啦。其實呢，就係講呢三位年青人咧因為呢叫做生意呢出咗問題咁呢就意外呢發現到啦其實呢即係喺泰國啦呢啲咁嘅佛寺寺廟嘅捐獻嘅制度呢或者佢哋啲善信嘅虔誠呢，其實呢就吸金嘅能力好強，所以佢哋就發現咗呢個商圈咁於是呢，就即係利用佢哋比較創新有創意嘅營運方式呢，就即係幫咗一間寺廟手揾咗啲一路揾錢咁樣解決咗佢哋自己問題之餘呢，就越嚟越即係犀利揾好多錢發現一個新嘅商機咁但係呢，因為涉及咗呢喺即係呢啲佛寺界裏邊呢，其實當然啦有啲固有嘅利益集團其實亦都係呢比佢想象中呢係複雜咁遇到嘅問題當然係喺佢哋嘅估計之外啦亦都係呢即係somehow呢涉及到影響咗本身嘅裏邊一啲既得利益嘅一啲嘅分子集團而且背後呢有佢哋即係想像唔到嘅勢力喺度操控住。咁因而呢喺第一季呢就俾人發現咗呢佢哋嘅一啲嘅蠱惑嘢啦就用嚟威脅佢，帶到嚟第二季而威脅佢呢，就係一啲嘅即係更加奸嘅咩政客涉及到呢啲咁嘅幕後嘅一啲嘅即係大壞蛋其實要挾佢哋啦，利用佢家人各樣呢你哋咁叻幾個咁識揾錢，幫我呢去揾呢個商機啦要你呢幫我揾10億嘅泰銖咁樣，你咁死啦！即係屋企人又俾佢威脅住，點樣可以做呢？今集呢，即係呢一季呢，就講啦佢哋諗到呢，就諗到一個新嘅 idea，就係一個許願樹一棵超級巨型嘅全世界最大許願樹就俾一啲虔誠嘅信眾呢繼續去捐獻將呢個錢嘅雪球越碌越大咁樣。咁當然啦，喺第二季裏邊咧，佢俾奸人去威脅住啦。當然啦涉及到屋企人嘅安全啦，自己甚至乎係性命嘅威脅咁樣咁而當然主角呢幾個後生仔亦都要諗辦法咧，點樣去逃離呢個魔掌一啲俾佢無論喺奸計啦或者手段上邊都俾佢哋即係高明又好，或者係咧俾佢哋即係殘忍甚至喺奸嗰方面咧專業過佢哋噶嘛咁所以咧佢哋都要咧精心去部署點樣去脫離呢一個危機咯。喺第二季主要係講呢樣嘢啦都係嗰樣嘢啦。如果有睇咗第一季咧，我都講咧，其實佢哋呢啲嘅劇情設計咧都幾似一啲美劇嘅，即係譬如咧喺奸角裏邊咧其實咧奸角背後又有即係奸角奸角後邊咧又有大奸角咁樣而喺主角嗰幾個後生仔女咧，佢哋亦都要咧點樣去解決呢啲咁嘅危機點樣？但係當然啦解決危機之餘咧，亦都會諗埋啦，自己又會從中咧可以攞翻啲咩嘅即係屬於自己嘅利益咁樣即係亦都係化危為機嘅一種嘅處理手法啦，係咁樣。於是咧，其實帶到嚟第二季咧，又係即係咁樣咯即係叫做咧忠同奸咁樣，即係鬥法咁樣啦而幾位主角咧都係被逼咧去繼續去諗一啲新嘅方法去呃錢咁樣。幕後當然亦都發現唔同嘅一啲嘅背後嘅勢力啦咁樣其實咧呢一類型嘅劇集咧就係即係呢一種類似美劇嘅一啲設計。其實同第一季差唔多咧，帶到嚟第二季咧，我都係覺得咧佢可以緊張嘅地方，佢都可以拍到好緊張嘅咁但係都係咧有啲節奏上咧，我都覺得咧有時係比較沉悶少少嘅，有時唔係枕住都好明快咁樣，就唔係嘅。
咁係呢樣爭啲咯嚇。咁同埋咧去到第二季咧，咁當然啦嚇幾個主角咧，咁當然亦都有佢哋嘅遭遇啦嚇。咁亦都最後咧亦都係未完嘅，呢季都係未完嚇，仲有嘢要處理。咁啊即係要帶到落去第三季咯嚇。咁啊最唔開心咧嚇，就係有3個即係2男1女嘅拍檔咧，咁啊最後喺呢一季又要少一個人喎，真係嚇咁樣啫嚇。咁啊變啦，咁啊再即係期待佢第三季嘅發展係點樣樣啦嚇。咁 anyway 咁啊呢部劇集咧，如果5星滿分咧，我係會俾2粒半去到3粒星。